三乡区公所举办食农教育，带学生种番麦、慢番麦，体会农民的辛苦。三乡区公所和三乡国小做伙举办食农教育，学校伫3个月前就来遮种番麦，即卖已经下当采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校长在这个教育上在一直在推动，在让小朋友对在地的农产品深层的了解学校嘛伫现场安排课程，有志工来做番麦料理，和现场的大人囡仔做伙食，体验对产地到产地的过程。好，那我们结合我们的自然课还有数学课那自然课的部分当然就是植物的生长，那数学课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玉米一株跟一株之间的间距大概就是20公分，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种植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透过食农教育，让大家体验农民的辛苦，嘛趁机会行销三乡区。